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 SUTF 嘅一個新節目《阿邦心中的 Top 10 Stand-up Comedians》。冇錯，我就係阿邦啦。喺呢個系列咧，我會一連10集，每集用2分鐘左右啦，咁同大家介紹10位啦。阿邦好中意嘅 Stand-up Comedian。而喺呢個未正式開始之前嘅 Pilot Episode 啦，我想同大家講下咧，我點解要做呢個節目？主要咧係因為咧，我前排聽到一個人同我講咯，一個 get 嚟嘅，我相信係喺呢個世界咧，佢淨係識3位 Stand-up Comedian 嘅啫。呢3位 stand-up comedian 咧，分別就係黃子華、黃子華同黃志華。咁呢個 get 係好有啟發性啦，令我覺得咧，我真係要同大家介紹一下啦。除咗黃子華之外咧，其實呢個世界咧至少仲有10個風格迥異嘅 stand-up comedian，以至其實咧 stand-up 係一種好多樣性嘅 art form。喺佢哋之中咧，有啲好似 George Carlin 咁樣咧，用語言挑戰社會禁忌嘅思想家啦。有啲好似郭德綱咁樣咧，將傳統相聲推向大眾嘅文化推廣者；有啲 CK 咁樣啦，自嘲揭露人性荒謬嘅美國喜劇人啦；亦有啲李誕呢啲咧，通過講 get 咧，最後成為大企業家嘅中國脫口秀代表。喺呢個系列裏邊咧，我哋唔單止會介紹每位演員嘅 comedian 嘅生平同埋代表作，更會分析佢哋嘅喜劇風格啊，探討佢哋點樣影響觀眾，點樣塑造文化，點樣甚至係點樣挑戰社會嘅價值觀。另外我都想透過呢個作品啦，佢哋嘅作品同故事咧，令大家睇到 stand up 原來咧既係一種普世嘅表達方式啦，亦可以充滿咗千千萬萬嘅可能性。好多人都會話啦，stand up comedian 就有人笑啦，唔好笑就唔係一個 stand up 啦。Well， 我唔係完全同意嘅。我會話好嘅 get， 好嘅 stand up 仲要發人心醒，即係所謂嘅 insightful。如果喺好笑同insightful之間不能兼得咧，咁我寧願唔好笑啦。點啊？大家準備好未啊？準備好嘅話，咁我哋就正式開始啦喂！